從細個嘅時候好奇拆解收音機，到成為跨國企業工程師，再過界晉身頂尖銀行 CEO。佢嘅世界一直喺度跨越界限。佢運用 AI 演算法突破數字銀行風險評估嘅難關，讓冷冰冰嘅數據化為守護大眾金融安全嘅堅固後盾。而家更加遠赴中東，投身前沿嘅 AI 建屋機械人項目。始終抱持好奇，佢更加喺城大設立獎學金，用科技與教育連結社會，造福人群。佢係第9屆香港城市大學傑出校友獎得主梁建文教授 Michael。如果要用一件物件去解釋我一世人不斷進化嘅過程咧，我就會用高爾夫球嘅推桿。雖然好簡單，其實係最難嘅一桿。咁人生都係找準時機去做一樣嘢。要 stay curious， 要 stay humble。咁我自己過去咁多年嚟咧，都喺世界唔同嘅國家、唔同嘅地區都工作過。喺佢哋嘅身上咧，我都知道其實呢個世界真係好大。所以一定要保持自己一個好奇心，同埋保持自己嘅謙虛，要去不斷去學習。又係因緣巧合啦，做呢個唐氏綜合症協會嘅執行委員會嘅主席，令我感覺到一樣嘢就係呢個社會裏邊咧，真係有一大群係冇咁幸運嘅人嘅。城大咧有一個好好嘅特點就係 information systems 咧，佢係喺個商學院裏邊嘅。對我嚟講咧係即係如魚得水嘅。將技術同埋業務 business 係擸埋一齊嘅一個咁嘅部門。喺城大嗰個博士學位嘅研究咧，點樣用人工智能去做呢一個 KYC Know Your Customer， 而呢個課題係非常之現實、非常之實用嘅。如果我要揀一個同城大好有連結嘅一樣嘢咧，我就會揀我嘅乒乓球拍，因為我每一個禮拜日咧都會喺度打乒乓波嘅。有時會講下世界大事，啲教授又會 share 下佢哋啲研究嘅項目啊。有時佢又會問下我喺個業界有啲咩新嘅需求啊。我非常之 enjoy 嗰3個鐘頭嘅過程嘅，真係非常之高興能夠攞到呢個鼓勵啦嚇，即係非常之大嘅一個認可啦。咁我希望以後我都能夠繼續 lifelong learning 啦。咁另外一個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一句話就係：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。呢個未來係你自己創造嘅，就唔係今日坐喺度話：哎呀死啦！我唔知聽日會點啊，我唔知出年會點樣啊，而係你要自己去創造呢一個聽日，呢個就係你自己走出嚟嘅路嚟㗎啦。我係梁建文，我係城大人。